咱来看一个吼，这个长机一个吼，咱来看一个天时堂的长机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还是花塞你要到还是建地啊？建地啊是吧？来，这即嘛老塞吼，即嘛时代无同啊，拢老塞你才做少年的哦。好，来建地啊吼，廖建志老师来看一个天时堂的这个长机来，华家高的来。都清朝迄两个，咱大家乡亲拢知讲啊，都牛兰土水啦。但是尾来手法，技法就无共款。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哦。哇！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这图啊，这什么名啊？和平相处，和平相处。不能突然说一套，歹势说大家。哦，太连续感。这个金石堂的这个推翻吼，过来头咱做一套，但是确实是金石堂的这个功夫吼。所以咱你讲就是讲啊，咱台湾的传统武术吼，这个政治独地，政治独地吼，保留得真完整。各门各派吼，会使讲百花齐放吼，百花齐放。是来讲，这你若讲要去到外地，原来看较无哦。你讲离开台湾，要看这个对，这个政治推的这个推啊，实在看较无吼。过来就是咱护军吼，护军大家。